后来最近有一只负责着金门后送的医疗专机，和阿强解放军的战机逼近到目睭看会到的距离，这已经危害到飞行的安全。海基会有上新的回应。他代表海基会的立场来提出呼吁。我们知道所有医疗专机，它都配送了，都会全程开启所谓广播式的相关监视。这个监视系统全程开放，所以中共解放军会非常清楚、透明知道这一架是医疗专机。面对医疗专机的正常的行驶，不应该恶意的逼近，造成各种危险。这对两岸的交流也好、交往也好、互动也好，其实都是非常不应该的行为。阿强的军机恶意来挖近，除了海基会之外，陆委会嘛强烈来谴责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